我喺競選期間，教育界同埋家長提出不少要求進一步優化幼兒教育嘅意見，特別係喺9年強迫教育同埋12年免費教育嘅基礎上，推行15年免費教育。教育局局長就任以嚟，已經同幼稚園界別會面同埋探訪幼稚園20多次，對界別嘅靈活多元服務有深入嘅了解，亦都注意到幼稚園教師嘅師資水平喺多年嚟有相當嘅提升。教育局正成立專責委員會，研究免費幼稚園教育嘅可行性，並且提出具體建議，讓每位學生都有機會接受優質嘅幼稚園教育。為咗協助參加學前教育學券計劃嘅幼稚園改善教學環境設施，我哋會喺2013-14學年提供一筆過嘅額外津貼，俾幼稚園進行小型維修工程、購置家具同埋學習資源等。